西安嘅第一個印象係其實我覺得比較一個歷史感比較重嘅一個都市啦，同埋佢亦都係一個13朝嘅古都。呢啲印象其實都係我之前喺中史堂啊或者一啲歷史紀錄片嗰度之間見到嘅。同埋因為我係讀緊啲 computer science 啦，近年對西安嘅 AI 嘅發展亦都非常之有留意啦。我最期待嘅畫面其實係兵馬俑氣勢磅礴嘅一個場景。同時亦都想體驗下到底西安係點樣將現代化嘅科技去融入去我哋嘅一啲嘅古文化之中。我本身係讀會計同金融，咁如果唔係參加咗呢個西安團嘅話，其實我根本唔會有機會可以嚟到呢度接觸到一啲關於航天或者係一啲問天深海探索嘅一啲知識。覺得非常之興奮同埋開心。西安咧係我哋中華民族嘅起源啦，係有黃帝陵啦，亦都有秦始皇帝陵。咁我就好想透過佢哋遊覽呢兩個地方，去認識更多我哋中華民族嘅起源，亦都想透過呢啲經歷去認識我哋中華民族同根同源嘅嗰個根。長恨歌令我了解到，只有喺國家富強穩定嘅時候，個人嘅自由、情感等等各方面先可以得到保障。令到嗰句家國命運共同體唔再一個抽象嘅概念。佢哋呢種精神係捨小家為大家，為國家。咁尤其是喺博物館入邊，我就見到一句：哪裏有事業，哪裏有愛，哪裏就是家。所以我就覺得呢啲歷史唔再係一啲冰冷嘅文字，而係我睇得到、摸得到嘅事物，令到我好深刻。亦都知道我都要有呢個心懷家國、實事求是嘅精神。我覺得喺黃帝陵嘅嗰個祭祖裏面咧，因為我作為一個學生嘅代表啦，我就同好多唔同嘅嘉賓代表咧一齊去上台去祭祖啦，令我可以體驗到底乜嘢叫做尋根。中華文化呢樣嘢，我覺得係全中國人應該要一齊去合力去完成一個傳承嘅一個過程同埋一種嘅力量嚟嘅。最大嘅感觸就係我知道我自己未來應該行邊條路，所以令到我依家嘅讀書啊、做科研啊都更加有動力同埋更加有方向。以前我成日都以香港作為一個城市嘅身份去諗，但係今日老師啟發咗就係，其實我哋要拉闊個思維喎。其實唔係城市一個城市可以做到嘢，可能要去到省級啦，唔同城市合作，甚至去到全國級嘅想法，大家又互相配合，先令到成個問題簡單咗咧。咁其實成個思維係升華咗去咗一個全新嘅級別嘅。